路德到凤山，文录音苏彦德。2024年9月7日拜三，这学期拜三学校无排课。今年拄满65，去区公所申请敬老卡，坐火车甲捷运半价，阁会当伫卡片扣点数。想来想去，无坐足拍算，就安尼开始坐火车去逐所在看看咧。今仔日要去凤山县城，虽讲路德到凤山无介远，毋过细汉对凤山真生疏。读高中才第一摆流浪到凤山，伫火车顶雄雄想着一件陈年往事，这是一个永远记伫头壳碗的故事。读高中的时，礼拜日啊，歇寒歇热，拢会去樟仔窑塞里仔卡趁所费。会记得一日的工钱才35块，里仔卡是2轮车，顶面贴拄好切好的土砖仔。伫樟仔窑熟识一个叫阿进的囡仔伴，伊讲要去凤山甲人讨笑，邀请我陪伊去，所有的开销拢伊负担，我免开甲半仙钱，就安尼甲伊坐火车去凤山。谁知根本找无债主，阁因为暗啊无车帮通转来路德，两人煞伫凤山火车头，载货物仔的乌车厢内面度过难忘的一暝。事当时厝内无电话，无法度甲阿母联络，互阮老母规暝挂心。过转工到厝，互阮老母讲甲凄惨嗷嗷。伫火车顶营营无代志，顺煞夜笔写作，自高雄铁路地下化转入涂骹，我还毋捌去凤山。既然有即个机会，我就甲沿路的站名做记录。路德13:05，火车驶起行，华语、台语、客语、英语报站名。公山桥仔头拢有捷运站，路德毋知要等到伫时。南仔坑有公车到义大病院。新左营3天做伙念歌诗，左营旧城有少年做兵的记忆。地下铁路对遮要开始，来为地下新站，再来毋捌去。美术馆会当伫遮转进去，鼓山我捌伫遮搬进去。三地厝熟悉搁生疏的名字。高雄有地下铁，毋捌甲你相见。民族人生第一摆和你交易，正义是地下铁的新生字。凤山县城地庄观光景点老印记。凤山到啊，买落车的旅客毋通袂记得别人的物件。现代化的凤山新站，涂骹的地庄拢有刻凤山逐所在的景点，这互我留落真深的印象。伫车头附近四界弄榴莲，约20分钟，山骹坐上北的火车转来路德。